这个社宅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要获取这个基地最大的好处。它面东面西开阔，所以我们面东面西总共有12个空中花园。空中花园它是没有建筑容积的，所以才能够通透。整合之后，我们多了空中开放空间，总户数没有少，因为是我们做整体的容积调派。这个空中花园走在每一层的走廊，都会有光线流进来，所以这是一个不折不扣舒适的阳光宅。空间完成之后，大家是在这里除了居住之外，有沟通，这个就是社会住宅一个很重要的命题之一，而不是全部挤压在一栋建筑物，除了居住没有其他功能。所以你可以看到2楼4个吧台亭，以及2楼的洗衣空间、公设空间。这个地方的公设是毫不吝啬的发放给所有居住的人，而且包含路过的市民。所以你可以看到1楼的中庭贯穿了在西边的台南公园、东边的成大力行校区，以及未来铁路地下化以后的遗址公园。所以我们把地面的开放空间还给大家，所以除了居住的居民之外，路过的市民也可以共享。宜居小东呢，这次招租有376户，那其中有分3个房型，一房型有221户，那2房型有122户，3房型有33户。那我们目前受理的期间呢，总共有3150件的一个受理申请。那我们预计是在3月份的时候，会在做这个线上直播的抽签。目前入住预期是6月1号开始做起租入住。1楼的部分，咱还有迄个幼儿园，还有公托，还有日照中心，这个部分让未来对咱这个环境有提升真好的品质啦，大家拢认为讲伊的租金较贵啦，其实咱是以这个市价的4折到8折，你当然袂当去加林地较比啊，且是精华区像这个部分有这个差别，嘛，互居民知影咱遮的迄个品质这个地点做好，面对公园，佮有车站，未来佮伫咱的高铁地下化遮的公园这个服务设施边佮有城台所以遮会当帮咱的居民提供上好的服务。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这个地方地点非常好，就在小东地下道上来，所以这个地方可以说交通四通八达，是缝合都市的第一线。那也是在台南公园的正对面，距离车站近，距离成大以及成大医院以及这个公园都非常方便。那这个地方是首屈一指的社宅。台南的社宅政策，事实上从赖清德总统担任市长的时候开始规划，我们现在开始一户一户的完成，现在是收成期。那配合中央的安居，台南的市政府的宜居，能够共同打造我们非常好的一个居住正义的一个社宅政策，还有加上包租代管，还有加上租金补贴，这些能够大幅降低民众的负担，能够让民众这个有更好的一个居住品质。总之，今天的宜居小东是最棒的社宅之一。好，那我们希望大家一起来期待。大家好，我是杨淑怀，欢迎收看3月9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四群新码头除了是台南市蚵仔渔业基地，
这几冬来嘛发展生态游船的观光，也毋过最近却传出有大面积的白色油污，连带出现死鱼的污染。对此，渔民向议员林美燕反映，议员除了要求港务局赶紧清除污染，嘛呼吁环保水利相关单位爱查明污染源头，避免影响渔业甲观光的门面。西昆新码头不只是台南重要的渔业基地，用伫蚵仔养殖甲社会，周围嘛拥有丰富的红树林、自然环境甲文化景点。近年来持续发展生态观光甲水上设施，一步一步有了进展。不过，顶礼拜四开始，伫遮天科迪拜岸边传出大面积像油垢污染的白色浮物，冒济济死鱼，甚至还有杜定的尸体。互当地经过小朋友拢讲臭甲。这边很臭。有看到什么东西很臭？有看到鱼。因为渔民出来后拢定看，啊，这就是按迄个顶油流落来物件。希望讲咱有关单位还是港务公司会当迄个较接来，敢顺的、敢好的，无即种对阮迄个，阮即站也是咧开发迄个观光船，观光客看着嘛，足歹看安尼。对此，当地渔民透过里长纷纷向议员林美燕陈情，议员第一时间嘛要求环保、水利、区议会等相关单位到场会勘。不过因为主管机关港务公司并无出面，到场的环保局先进行采样，虽然初步水质检测也是正常，不过也需要进一步化验，才会当厘清污染源。对此，议员当然希望海巡署加强巡查，嘛要求南局督促港务公司尽速清除污染，并要求水利局了解监视民生用水的污染，赶紧找出真相。近期我们接获昆山的民众，发现到我们昆山的港区有污染物质。那今天的话，虽然是星期日，那我们也协同相关单位到现场做勘查，希望能将现场有疑虑的部分赶快化验，让我们的民众可以确保我们的环境是否遭受到污染。当地渔民表示，有垃圾已经是头一摆，只是过去无死鱼，所以怀疑是油垢。当然后续拢需要由环保局进一步厘清，避免影响渔业生态环境，甲对观光的冲击。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民进党台南市党部对今仔日3月9号开始办理党籍里长的登记作业。自透早大安里长顶人着抢头香前往市党部登记，也毋过面对这届议员蔡立青的座位助理投入国理参选，挑战党内现任里长，已经4届的资深里长陈瑞豪着明白表达，毋是本理理民空降会产生党内对立，呼吁党部爱遵照党内体制，现任优先。民进党台南市党部对3月9号开始到13号办理党籍里长的登记作业。登记头一天，这现任里长甲有意参选里长的同志，一透早就来到市党部领表，伫遮填写资料，并准备1万块的保证金。其中，台南里长陈瑞豪抢头香，希望讨一个好彩头。会中议员郭清华嘛专工出面陪同，替因加油打气，希望党部尊重党的体制，以现任优先来办理初选。甲对一个议员，我真正徛明的伊的助理来国理来咧参选国理的里长，甚至恶质的，就是恶质讲，毋是本理的里民，毋是本理的里民，你的助理是外理的、外地的。竟然亲自入来阮的里内，伊咧挑战，产生阮这里长共同的一种的不满，变成攻击，只要你错来清议员，就是针对阮这国理的里长，已经产生不服，阮这里长嘛一定会反应，一定会反击。民进党过去的就是现任的里长优先，这个政策的已经伫台南的行之有年，我伫遮呼吁咧咱民进党应该爱尊重过去的体制
因为现任的里长咧吼，拢是民进党籍，为民进党咧拍拼吼，大家伫地方咧吼，拢深受好评吼，这是咱民进党需要的一个基站。嘛，因为议员蔡立青被点名空降坐助理来参选，引起对立，造成党内消杀一事。其实进前市党部的公开为这名有意参选的青年召开记者会，鼓励党籍青年投入里长选举服务。所以议员嘛再次发表声明，强调参选自由，鼓励新人公平竞争的立场。像参选是个人的自由，也是权利。尤其民进党自较早就是鼓励新人、鼓励少年人。针对这伫咱的基层咧做服务，有着心、有着情。咱这少年的，我想咱家鼓励，互新人一个机会，大家公平竞争，做伙为民主、为台湾来打拼。里长登记作业将到13号早止，到时有共党参选的国力，民进党将由执委会进行协调，希望圆满扩大地方执政基础。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台南市东区府城圣孙堂台南金土雅会日前举办接受祭典，来自各地宫庙甲企业进行的大量贡品，伫东区市议员郑芝杰协助媒合之下，变做生活物资捐赠予公益团体，甲宗教接受活动衍生做实际的社会关怀行动，予受礼更有公益价值。伫春节假期期间，府城圣孙堂台南金土雅会举行接受祭典。今年收到各地接受单位进行的贡品相当的多，所以透过台南市议员郑芝杰媒合，发挥善行公益，予受礼变成物资，捐赠予社福团体。那今年呢，芝杰选择呢有2个爱心单位，社团法人台湾护家协会，还有我们洪家启能庇护中心。那所以芝杰呢，经过跟这个金虎爷会讨论之后，决定把这些大量珍贵的物资呢，来捐给这2个单位。有时候是金钱，有时候是物资。但是我很谢谢大家愿意相信我芝杰，让我成为一个这个善的发送的平台。所以芝杰呢，今年开春一收到这么大批珍贵一箱一箱运过来的物资，我决定来捐给那个洪家跟这个护家协会，让他们呢落实这一些物资给真正需要的人。这届捐赠的物资包括着白米、油、泡面、甲罐头等生活用品。宗教团体长期以来伫公益行动当中扮演重要角色，希望会当抛砖引玉，互宗教文化甲社会关怀互相结合，发挥较大的正向力量。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结婚新人公司经礼好翕新娘相，找饭店、场地布置，每一项环节拢爱开济时间甲开力。全新新娘衫品牌朱墨特别伫基美博物馆举行品牌头摆发表会，唔那展示在地技术雕刻甲国际工艺对接，嘛展现台湾市场转型的趋势。不同于传统婚纱秀，朱墨婚纱特别将发表会移到奇美博物馆北侧花园举办，现场展示10套专为当代女性打造的高级定制礼服，并结合法式庭园婚礼布置与精致餐点，打造一场沉浸式的婚礼体验，为台湾婚礼市场揭开高定美学的新篇章。新人当他们2个决定要一起踏入婚姻的时候，那其实是2个生命的共同并肩而行嘛。那结婚婚礼的这件事情，就是这段旅程的开始。那我们希望透过我们这样子的整合美学的概念，让新人可以在这个婚姻的一开始呢，结婚的这段期间，是用非常非常开心的心态、轻松愉快的方式去踏入礼堂，而不是在这个忙碌奔波，然后苦恼之余，然后完成他的婚礼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朱墨创立的这个品牌理念，我们要为我们的新人去做量身定制的婚礼。结婚对新人来说是一生一次的重要时刻，从挑选礼服、拍摄婚纱到宴客场地与婚礼布置，每个细节都得花费不少心力。朱墨婚纱整合每个环节，让新人们不需分心各项婚宴流程。
就是一般人在踏入婚姻里面的时候，这前面结婚是最麻烦的事情，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哎，我不要办婚礼好了，太麻烦了，我登记结婚就好了。可是婚礼这件事情，其实会为新人未来创造很多的回忆的。所以呢，我们刚好反向的去操作这件事情，我们帮他整合了所有新人他在婚礼上面会需要用到的元素。我们帮他整合起来，而且呢，我们是统一的整合美学，就是我们的一步一步其实都是环环相扣，跟美学呼应在一起的，而不是婚纱一个款式，餐宴又是一个款式，然后呢，餐厅的布置又是另外一个风格，那就会变成全部都是独立切开来的。好，那所以我们是希望可以营造出这样子的不同的一个商业模式，来为我们接下来的新人去做这样子的规划。朱墨结合艺术与美学，展现婚礼产业朝向精致化、客制化发展的新趋势，让新人在步入人生新阶段时，能以更具品味与风格的方式，留下一生难忘的回忆。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乐利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六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桃园2026路边花季正式登场，今年串联龙潭大壩溪休闲农业区、台湾客家地文化馆以及龙潭大池三大潮hiệu，打造12公顷美丽金黄花海，加上一系列客家文化体验活动，希望游客会当前往感受龙潭客庄的观光魅力。放眼望去，金黄一片，美丽的鲁滨花海吸引许多民众停下脚步，拿出相机、手机留下美好的画面。2026鲁滨花季在27号正式登场，今年串联龙潭大北坑休闲农业区、台湾客家茶文化馆以及龙潭大池3大场域，打造12公顷的美丽金黄花海。其中大北坑花区的产业文化园区花况最佳。台湾市府客家事务局局长范江泰基邀请民众白天来茶山赏花，晚上到大池赏灯，感受龙潭客庄日夜不同的观光魅力。2026桃园鲁滨花季从今天开始到3月8号。那我们的鲁滨花季是在我们的龙潭的大北坑农业休闲园区，还有我们的龙潭的客家茶文化馆。桃园也是我们全台种植鲁滨花最大的一个区域。今年因为天气很好的关系，特别大家都记得在过年期间每一天都是好天气，所以我们在目前的大北坑的花区，我们的花况都非常的好，所以欢迎大家可以白天来龙潭赏花，晚上到龙潭大池来赏我们的花灯，也可以感受到我们桃园龙潭浓浓的客家风情，欢迎大家。不只是花海美景，活动也结合在地客庄特色，规划一系列客家文化体验活动，包含文化导览、擂茶、岛七坝、主题市集、客家艺文表演等等，以及结合在地茶产业，安排茶文化展示和茶创意手作等等。希望不仅是吸引民众前来赏花，更成为游客认识地方文化的重要窗口。那我们这一次的3大展区里面，包含在大北坑展区跟客家茶文化馆展区里面，其实都有非常丰富的客家文化的一个体验活动。像我们在大北坑展区里面的部分，有像是那个起拔的瓦吉的一个体验，还有我们的客家的擂茶，还有像我们客家的五色板的体验。那在我们的山水的社区的部分，还有一些客家的米食的一些体验的课程。那在我们客家茶文化馆的部分，也有一些茶席的一个客家文化的一个体验。欢迎各位民众在我们那个花季的期间都可以来感受一下客家的一个体验的活动。那另外我们的会场之中也有非常丰富的文化导览的一个部分，那到现场都可以随时来报名来加入我们导览的一个行列。迈入第9届的鲁滨花季，已成为大龙门地区春天赏花的旅游热点。但山区道路狭窄，停车会车不易，茶园花海也较分散，因此市府从即日起到3月8号提供假日免费接驳车，民众可从龙潭运动公园、杨梅湖
火车站后站搭车前往大北坑主展区，而展区内部也有接驳，是否欢迎民众前来龙潭客庄赏花舒心？记者刘景台报道。台北市万华区一间开业无到半冬的牛肉面店，在2025台北国际牛肉面节当中，摕到金牌甲铜牌殊荣，互袂少人客好奇。这碗牛肉面到底是创着什么款的味料？咱做伙来看卖。热气蒸腾的牛肉面端上桌，琥珀色汤汁里厚切牛腱心铺排在 Q 弹面条上，香气扑鼻。对老板来说，这不只是一碗牛肉面，而是从小吃到大的家常滋味。父亲过世后，他因为思念起心动念，决定亲手复刻父亲留下的好味道。这个牛肉面是我从小吃到大，爸爸留下来的口味。对我来讲，这个就是我们家的味道。所以我就想把这个牛肉面家的味道分享给大家，因为我爸只教我这么一次，所以我们两个就是要想办法把这碗面弄出来，自己去复刻我爸的味道。后来是第一碗面端给我妈吃的时候，我妈说：“这就是你爸爸的味道。”我才敢卖。其实我爸走后，我真的是很忧郁的。但是当我做出这碗面之后，我发现好像治愈了那个忧郁。这碗承载情感的牛肉面，也在2025台北国际牛肉面节获得高度肯定。店家选用澳洲顶级牛腱心，小火慢卤5到6小时，汤头则是用牛骨与牛肉长时间熬煮，至少7个小时。面条更是口感 Q 弹，层次分明，成为得奖关键。它的肉块，我必须讲，它的肉块真的是让人家吃了还想再吃，因为它的肉块咬了又觉得入口即化的感觉，而且又不是很软烂，那个还是有一点嚼劲的话，让人家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吃的牛肉。除了牛肉面本身，小菜同样让不少客人印象深刻，像是使用鸭蛋制作的溏心蛋，搭配每日手做小菜，清爽又开胃。不少顾客吃过一次就成为常客，甚至吸引外国观光客专程前来品尝。非常荣幸，尤其是当这些外国客人跟我说很好吃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开心，就是觉得说用美食也可以做一下国民外交，能吃到新鲜，而且又是爽脆的东西，而且又是口感又好的，这个小菜的部分就让人家觉得很开胃。牛肉面本来是我们台湾的国面，那来到台北，假设没有吃过牛肉面，就表示你没有来过台北，所以牛肉面是一个非常好的宣传点，也是一个让人家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吃到好吃的牛肉面。老板分享得奖那一刻最感动的是能用父亲的味道站上舞台，随着国内外观光客上门品尝，这碗牛肉面也成了传递台湾味的桥梁，让万华的人情与温度随着美食被更多人看见。记者林启慧台北报道。高雄有一处美景，是高雄港内底唯一会当近距离观赏超级货轮经过的所在，感受相当震撼。地点就伫咧第2港口内底，咱做伙来了解。大船入港，岸边民众兴奋地直挥手。不过别误会，这只是一般的大船，真正超级巨无霸货柜轮还在后头。这2艘超级货柜轮，船长近400公尺，船宽61公尺，重量近24万吨，是世界级最大货柜轮。平日难得一见，像这样近距离观赏更是不容易。对，大船对迄只够入来啦。最大的船是400米长，就这个地方全台湾赏船最好的地方。船迷口中的最佳赏船地点，就在第2港口内 VCT 灯塔处。不同于旗津灯塔或是红毛港文化园区，这里不只能看到各式货柜轮进出，更可近距离贴近比航空母舰还大的货柜轮，感受超震撼。基顶无大船啊，无，迄种细只。大船就是以货柜船为主，拢对这入来。观赏很好，可以看大船入港，喜欢看船的人。大型船只有这边可以走，所以这边是看那个大型货轮，很好的地方。VTC 塔台就是2港口的航道，大船最多啊，这里大船最多，最贴近的。不止赏船，灯塔处下方防风林处，由于也是候鸟暂息地，
每年的岁末年初都有机会看到七色鸟等鹪客来临，令人相当惊艳。加上夕阳美景，这里便成为当地民众携家带眷必走的口袋秘境。傍晚的时候来这边，顺便看船，这样放松，不错。真的是很好消遣的好地方哎，拿东西来这边也可以度过半天啊。高雄港是台湾第1大港，也是世界第21大货柜港口。除了大小货运不断外，更有难得世界级货柜轮出现。想近距离感受不一样的超大船入港吗？起身一下就在第2港口内，一起来体验巨船的晋级吧。记者张世明高雄报道。感谢你收看3月9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杨春怀，咱再会。刚逃只来1天也可以保职灾保险吗？可以。啊，我们不是公司，这样也可以加保哦。可以。加保职灾保险会不会很难啊？一点都不难，可以通过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申报，或透过电脑、手机上劳保局官网申报。代为申报特别加保的职业工会也能办理。缴费完成，保障生效。实际从事劳动人员也适用于特别加保哦。特别加保真便利，临时上工好安心。以后你们想做什么工作啊？我想当建筑师，盖很厉害的房子。我要当少年股神，投资赚很多钱。啊！少年股神？真的啦！这个群组里面大家都说老师报的名牌很准，稳赚不赔。这么夸张？一定是诈骗！政府及柜买中心一直在宣导，不要加入陌生群组，不要随便相信名牌，稳赚不赔都是骗人的。我不要得肠病毒，玩具没有消毒，可能会传染肠病毒哦。我不要得肠病毒，爸爸回家要先洗手换衣服才能抱我啦，不然可能会传染肠病毒给我。如果不小心得到肠病毒，老师说最好要在家好好休息。勤洗手，站卫生，肠病毒远离我。什么很赚？我外甥凯凯最近一直劝我跟他一起买股票，20%。他可能跟别人买了投资报酬率高的理财产品，报酬率高，风险也会很高哦。我只是想领个钱给我的家人，你有需要问这么多吗？即使是家人推荐呐，也要考虑产品适不适合自己。购买理财商品需符合自身能力，投资前需了解商品预期风险损失，小心金融剥削。保定准备好乱票大的了吗 ？Let's go！ 沈大哥，等等，我们真的准备好了吗？115年起，驾照换照年龄下修至70岁哦。换照时不只要体格检查，75岁时还要做认知功能测验，还免费提供最新交通安全法规教育训练。提早70来换照，多多阻塞，啪啪照。今天我载你。OK， 政策上路之后记得去换照哦。在职业生涯马拉松的比赛。照顾囡仔是大人，甲继续做工课的双重压力，就亲像拄到真唔好的天气。不要紧，补给站就伫咧头前，对外口减负担，对内底补资源。社福职场系统优化，顾老摇囡仔同齐来做，随时互你有够力的资源，互女性甲中国人者有实力再出发。阿妈你好。阮是来甲你送消防平安的，这是阮厝内24点钟的保镖。伫第一个时间，伊会当甲咱，若像甲咱叫醒同款，互咱知影讲哦，隔壁有状况发生。助警器有分侦烟室与定温室，分别装置于居家的不同环境。助警器是居家防火的预警防线。安装完成，按键测试，它将成为居家的守护者。
安装助警器，5针5波比哦。林先生，因为你的右手受到机器重压，状况比较严重，为了他没有办法完全复原。林先生您好，我是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因为我们有收到您的职灾通报，所以来了解一下有什么政府可以协助的部分。